劳动部定今年是因作业对劳防治年，望国民党来降低意外死亡的人数。也不过，立委是质疑讲，今年到9月底对劳的意外已经造成60来人死亡了。劳动部长何培山是表示讲，对劳的死亡率确实有较悬。这个安全署嘛指出讲，亲像装冷气甲一寡厝顶的工程，这案的训练爱搁加强。 虽然劳动部甲今年设定为营造业坠落打击年，希望控制全年坠落死亡的人数比68人加，不过到9月底累计死亡已经达到66个人，其中医工甲本劳的比例是8:5。劳动部承认今年要达标有困难。今年你觉得可能没有办法了？我承认，确实是有困难。 本席比较难过的是，这些人是中壮年，他可能是一整个家庭的支柱。职安署嘛指出，除了营造业、中小型工程嘛是目前有待补强的难项。训练合格才让劳工上现场工作，但是台湾很多中小型的微型工程，包括是冷气安装或是屋顶安装，都是小型微型工程，确实我们有时候力有未到，这个部分我们正在检讨。 虽然劳动部推动强化营造工程时间安全的管理，死亡的案例有原地发生。劳动部指出，去年坠落一载死亡达到97个人，占营造业将近70%。今年是有降低，但依然无法度达标。认为甲营造业的产业形态、时间文化有关系，所以希望推动职安法修法。承揽责任上面，我们第一个希望最源头的业主也要负起共同的责任。他们营建业会有一种平行发包的文化。 用这样来规避责任，就各自负责了。我们要找一个头出来。针对婚姻到6日国庆日发生2件重大公安意外，造成1死1伤，其中一间安文土场，立委陈玉敏一期是累犯。这几年来防法世界，这种高风险的公司是当要求部分或者是全面停工，但煞慢到今年10月才要求停工。劳动部表示，针对停工处分的界线，会邀请各界来讨论是不是评估来加严。记者林俊文、彭耀祖台北报道。